拉玛奇努，拉玛奇努，真见则为，拉玛奇努。佛法呢，是主要呢，可能是靠僧侣们，可能他们自己要好好的修持啊，这个是个最关键。更是一个僧侣，包括这个作为信徒，他们的话呢，就应该把这个佛法呢，我们现在在内地也很多在说人间佛法，其实一个道理，其实很多东西呢，要人性化才容易接受。人性化的话呢，因为佛法呢它是主要是为了度众生，而不是让这个众生反感。那么就是众生要接受这个法的话，必须要把这个生活化了，才能他们肯接受。但是这个生活化的话呢，还是应该有一些底线之类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完完全全这个生活化的话，那也会这个有变味儿。因为最起码我们现在还是人，并不是佛。只要有人，只要是人呢，还是会有烦恼。所以说这个烦恼的概念的话，也是就就是不好。所以说我们呢，虽然是需要生活化，但是呢，它最主要呢，首先是自己要好好的修炼是非常重要。自己没有修好，要给别人就是弘扬佛法的话，那是他会有一定的有一些误导，有一些就是差别和区别和不好的，就是不良的一些出现。那么尤其是寺院以后这些本教的所有的寺院的话，希望大家呢，一个是好好的团结，因为按照我们藏地呢是有很多宗教，按照我们内地也是，内地的话也有这个净土宗啊、禅宗然后等等，它也有很多宗派。那么藏传佛教也是如此，宁玛派、萨迦派、觉囊派、格鲁派，然后这个噶举派等等，有很多的宗教。那么很多的这个教派来了之后呢，就是互相不够团结的话，正法是无法传承，因为每天都要争论这个东西，争论了就是只浪费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。因为我们的人，我经常也在跟大家也在说，因为人生呢，虽然是就有几十年的感觉，但是呢不一定每个人呢，虽然是我们说是有很多年有这个有可能会活到80岁、90岁，有可能只活到1岁、2岁，有可能只活到20、30岁，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，人生必须要过好做好今天的事情。只要今天的事情做好了，一定有美好的明天。今天做不好，不可能会有美好的明天。那没有了明天，也不会有美好的过去。所以说，人生呢，我觉得只有一天的时间，把这个今天的事情、今天的时间把握好了，今天的事情做好了，那么就是说，以后会有更好的东西展现在自己面前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应该把这些东西呢，好好的把握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。